继续来看这个疫情爆发以来，过去挖靠着观光客。台北士林夜市摊商是一间一间一直收。士林夜市商圈联合会理事长讲，今年整个夜市已经到300外档，讲即卖生意真正是有够惨有够歹。像这个拜六礼拜这款的大日，一天竟然嘛才卖1500块。 一间搁一间的店面打出出租的故事，外国游客无法度入来，士林夜市开始倒店。像昨天才卖1500块，礼拜六才卖1500块，摔了很多了，现在几乎超1成半。礼拜包4店外，摊商讲过去这个时间，规条街拢已经是人。士林夜市到300外间的摊商，即马有90几间的店面在出租。 2008年开放陆客的时候，营业项目有针对团客有做一些调整，那些店家之前就撑不下去了，都纷纷退出。士林夜市啊上清的时阵，全部拢是观光客，即马游客无法度来，尤其卖衫的、卖伴手礼，佮有水果档，全部拢休困。理事长讲，上严重的就是文林路这段，过去的租金啊20-30万，即马卡变20万。 喂，你那个店面要出租吗？有人想要趁这个时阵来投资，租金是6万5，我觉得有点贵。叶小姐看准未来疫情会较稳定，准备开店卖食的。不过，伫游客来进前，对一寡档仔来讲，今年恐惊是真辛苦的寒冬。